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哼，装什么糊涂？这4个人都是你杀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你要识趣的话，赶快招了。这些人不是我杀的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要去找王大哥。站住！站住！王大哥也救不了你。识趣的话，赶快给我招了。 阿莲姑娘，我对你处处忍让，可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人是我杀的？哼，人证俱在。你们过来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他？没错，昨天晚上那个白衣女子就是她。你胡说！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在府中，从未出府。你们为什么要诬陷我？王大哥在哪儿？我要去找王大哥。站住！你。 你还敢说你不是妖？为什么你身上有灵力？戚夫人离开前，怕我有危险，给我施了防身法术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的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是你自己抓不到妖，就诬陷到我身上。 枉你还是个除妖师，真是太卑鄙了。好，妖和人的血不一样，你如果有胆，就让我试一下，便知道你是不是妖了。快让我过去！王大哥，你们放开我，我要去找王大哥。别叫王大哥了，如果你不是妖，就让我划一刀试一试，便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妖了。哎，王大哥，再忍一下，你要是现在出去的话。 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诬陷到我身上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不喜欢我们姐妹俩，嫌你师弟对彩雀太好，可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就诬陷我是个妖吧？你不是要我证明我是否清白吗？那好。 我就以死证明，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妖。你不要，小薇，王大哥，我真的不是妖，我没有杀人，是他们冤枉我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会伤害你的。王大哥，你别相信他，他身上有灵力，正常人是不会有的。那是戚夫人给的，那你叫戚夫人来，我就相信你。阿莲，够了。 难道你要逼死他才肯罢休吗？你，阿莲，有灵力也不一定是妖啊，慎重一点，别错杀无辜。王大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师弟的葫芦是寻妖的法器，如果试一下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妖了。阿莲，不要再多事了好吗？王大哥，我是为了除妖啊，如果他不是妖，试一下又何妨啊？好了，王大哥，你也不要太为难了，他说的没错。 如果我不是妖，那又怕什么呢？试试何妨？小薇，那是不是我试过之后，你就再也不会为难我们姐妹俩了？如果你不是妖的话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你。那好，王大哥，那就试试吧。你欺人太甚，居然怀疑我姐姐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许欺负她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姐姐？狼心狗肺，还要让她去试什么寻妖葫芦，让她受辱。枉我姐姐对你痴心一片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还有你，如果你敢拿出那个破葫芦，我们就恩断义绝。彩雀，我不行，不敢试，你做贼心虚吗？你才是贼！你居心叵测，存心害我姐姐。姐姐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彩雀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没有怀疑小薇，是小薇自己要试的。阿莲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恶意的。你还说她没有恶意？她存心为难我们姐妹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处处忍让，她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。你若真心相信我姐姐，为什么要答应让她去试？你根本就是心存怀疑。你都忘了吗？姐姐为了救你，差一点就瞎了。我师父还帮过你们，白眼狼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忘恩负义。
彩雀，这不怪王大哥，是我自愿的。姐姐，你这样一味的忍让，他们只当我们好欺负。小薇，不要试了。不行，必须得试。他要不是的话，只能证明他是妖。你才是妖！我告诉你，你连做妖都不配。那你敢不敢试一下？你敢彩雀，不敢？别再说了，那就试试吧。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怀疑我们姐妹俩了。姐姐，还好姐姐有浮生的神力护体，我有夫人的灵丹掩盖妖性，我看你们怎么试。好，是就是，但我怕你们啊！彩雀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灵宝天尊八海之文，土地麒麟令我通真。你念对了没有啊？念对了，你也听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已经试过了，以后谁下敢冤枉我们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姐姐，我们走。小薇，彩雀，走开！姐姐，今天幸亏是夫人有先见之明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夫人，你没走啊？你姐姐的事情还没有了断，我怎能安心的走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那刚才阿莲羞辱我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我是要你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人的本性是自私和多疑的，你对他一心一意，他却对你三心二意。他这一次会怀疑你，下一次依然会。所以娘是为了你好，劝你还是要清醒一点。不用你管，执迷不悟。如果你不愿意了断情缘，为娘替你去办。你要去干什么？了结王颖，他先是负你，然后又猜忌你，这样的男人留着他何用？我不许你伤害王大哥。小薇，小薇，你要是杀了他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娘。你在吗？就算你恨我一生一世，我也不能够让你再沉沦下去。小薇，我能进来吗？你别进来！小薇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不信任一定会伤害你，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只希望你别难过。其实我是相信你的，我之所以让阿莲试你，是希望她不要再针对你了。王大哥，你走吧，我姐姐现在不想见你，你别让她生气了。走啊！小薇，我能进来看看你吗？求你把门打开，好吗？王大哥，我很累，你快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小薇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就是了，我晚一点再来看你。孽缘，孽缘呐！师姐，都怪你，没有证据就去指证小薇姐。现在好了，小薇姐闭门不出，没人做饭，彩雀也对我横眉冷对的。本来好好的气氛，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你还敢指责我了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借题发挥，你就是看她们姐妹不顺眼，才会冤枉她们的。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！我才是就事论事，你不爱听算了，我要去找彩雀了，我走了。哎你，我捉妖不对吗？我要分清人妖黑白，难道错了？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郑大哥。阿莲，我也觉得小薇他们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我相信邪不胜正，你是除妖师，一定能够捉到妖的。
我非要亲手抓到小薇不可。